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9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上海的楼市情况啊。今天很多媒体报道说套均8000万的豪宅一天卖120，买家来自哪里？每一套差一点就是一个小目标但是不要紧，对吧？一天能卖120套，这个是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的套均8000万的120套豪宅开盘即售罄。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豪宅楼盘嘉里金陵华庭2期120套房源开盘售罄，合计销售额达到98.43亿元。谁说没钱了？从上海的楼市来看那说怎么火热都不过分这就是上海的新房价格为什么每个月都在涨，主要原因。说该楼盘于2025年9月10号取得预售许可证，平均单价20.5万元每平米，最贵一套房的单价为32.68万元每平米，户型为360平方米至875平方米大平层及复式单位，套均总价8200万元，最贵的一套房价约为2.8亿元，也就是3个小目标。说9月15号该盘结束为期4天半的认购，共吸引227组有效客户参与认购，认购率达到190%，也就是还有很多人拿着钱来了，但是失望而归，没买着，也就是有一半的人没买着。你说这叫什么事？大量的房子卖不掉，就是上海吧，那外环外的房子好像也挺难卖的，对吧？很多开盘半年了都只卖了几套的，比比皆是但是豪宅是一房难求。说根据项目公示，该盘仅个人认购金就达到了820万元，企业认购金为2050万元。若是首套且首贷房，客户存款证明不少于410万元。也就是说，你不仅要交认购金，你还得拿存款证明你不能低于410万。第一，你存款证明低于410万，你都没资格跑来排队。二套房存款证明不少于人民币1230万。你要买这个房子是第二套的话，那你的存款证明就得1230万以上，否则也不要排队。如果你是企业认购，那么存款证明金额要达到6152万元。就你要是企业的话，你企业账上都趴着6152万元。那网友就非常好奇了哪来的这么多有钱人跑上海来买？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十分好奇都说没钱，对吧？大家都是收入在下降，怎么这些人如此有钱呢？如此豪横呢？记者说根据项目公布的有效意向认购客户名单，在所有有效认购客户中，身份证310开头的占比30%，310开头不就是上海籍吗？对吧？上海户口的买家只占30%那不就意味着另外70%是非上海户籍？说江浙沪买家占比超60%。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别的都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这个咱以前说过了，对吧？现在有两极分化的趋势。你看有钱人买8000万一套的房去抢去排队，还有一半人买不到。但是那个韭菜80-90万一套的房子，为韭菜刚需准备的，那韭菜都不敢买，也买不起。实际上上海外环外你要有个300万买房子其实也挺富裕的，也挺好找，就是按300万的预算但是为什么卖不动？只能说明韭菜日子是越来越苦，越来越不易，有钱人越来越。但是这个是咱以前节目一直说的那今天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我就发现了上海是真的不能放开限购。如果上海要放开限购那上海的楼市怎么样咱不知道，不太清楚。但是它周边的楼市那恐怕是要应声而落，尤其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你看现在限购还有那么多江浙沪的有钱人跑到上海买房，对吧？占上海这豪宅的60%-70%都是江浙沪的，也就是江浙沪那头部用户对吧？那最有钱的那一波人都跑到上海买房去，因为他们恐怕不受这个限购的这个限制，人家有各种居住证或者各种其他的手段，或者是公司买房。所以我们就能预计到，如果上海真的放开限购，那你说过气网红城市是不是有很多人要跑到上海买？也就是上海的房价会不会涨，咱们要打个问号。但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的房价肯定要跌，这就是虹吸效应，就是他把周边的这个血都吸到上海，就像北京一样如果你放开限购，那全国各地的总得有那么一些有钱人，他要跑到那去买房，核心区值得拥有，那实际上就给别的地方造成失血。你看看上海的豪宅居然60%是江浙沪的买家。根据上海易居研究院2025年上半年上海总价3000万元以上
新房成交套数为1096套。观察历史数据，上海已连续2年该类豪宅交易超过1000套。此外，上半年亿元豪宅交易套数共计15套。这些数字说明顶级豪宅购买力非常强。这是上海的豪宅啊。我们再看看这个今天下午这个金融行业这个4巨头开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9月22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金融支持房地产风险化解方面，优化调整首付比例、房贷利率等多项政策，并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每年可为超过5000万户家庭减少利息支出3000亿元。这个怎么说呢积少成多这个对已经买了房的这些套在高位的这些人来说，这多多少少是个利好省点是点。但是说实话这个利息还有优化的空间。毕竟现在首付按揭好像还是3%嘛，有的还是3.1%，我觉得这空间还是有的。我看今天是吧，央行对这个 LPR 没有调整，3年期和5年期都维持不变。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那些炒房的指望着这个按揭贷款利率下调，恐怕暂时不能满足希望又落空了那就是现在有按揭贷款的家庭呢是5000万户，应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现在还有5000万户背着杠杆、背着债。我相信这5000万户里面，大部分恐怕压力都比较大，比较焦虑就这个时候，你背着房贷的，多少都有点压力。失业嘛你担心生意不对吧？担心明年做不下去了。上班的担心年底要失业，不失业的话又降息，但是你这按揭贷款要还，对吧？一个月给你省100多利息，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想到有5000万个家庭，对吧？也不敢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吧，至少是备受煎熬这个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他说说我们积极助力化解房地产和地方债风险，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多措并举，稳定融资，为保障性住房等3大工程提供资金支持超1.6万亿，租赁性住房贷款年均增长52%，牵头成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白名单项目贷款超过7万亿，支持近2000万套住房建设交付，有力保障广大购房人合法权益，支持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你看这个按照这个潘功胜的说法，5000万家庭是有按揭贷款的买房的，按照这个李云泽的说法，对吧？也有2000万套住房保交楼了交付，这2000万套不知道有多少变成库存现在等着要把它卖出，卖不出去又成为负担。最近有很多媒体报道说这个中介雇人假装看房，狂砍60万元，就是说这个上海有很多业主选择将房子委托给房产中介，让他们帮忙找到合适的买家。近日这个记者暗访发现，一些二手房中介竟然玩起了压价戏码，雇人扮演买家，甚至上演双簧来给房东施压，以达到快速成交的目的。这个链家工作人员说雇人可以完成带看指标，他们每天要带看15组客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以跟房东不断的反馈价格，降低心理预期，秒卖房。中介更直接安排砍价任务，指导记者对挂牌339万房屋报280万的低价，导致房东愤然离场。中介坦言，此举是为了预判买卖双方心理价位，其老板通过此类操作月入50万元。专家指出，该行为涉嫌制造焦虑及民事欺诈。大家看视频280万到285万，下一次厂拆家也不能这么讲嘛，这么讲话我直接否认了。老板一个月能赚100万吗？一个月50万肯定有问题。你尽量讲优点，缺点的话，这个可以讲1到2点。我跟你讲，错的房东可能认为每天需要带10组客户那种集中售卖，他能把他这个时间会加速嘛？到时候你就可以说这个房你看过2次了，因为反正房子是公关的，280万到285万区间可以自己看着办的价，反正极限不能超过285。今年5月份开始挂的，你才几个月，我不可能降这么多。他跟我讲这么讲，我很生气的。房东骂我了，你不要去，因为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你帮那个人给了3大多推的。4、7点一些同户型也有挂牌也比较低的。现在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所以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样，我回去呢跟我老婆商量一下，不要下去合作。所谓的不要叹气生气了，我同意510。所谓叫 PUA 这个房东了，有一定的客户，但是你这个价格不往下调呢，这个客户就会流失，甚至有比较大的一个焦虑感。在法律上，这个一般就定义为民事的欺诈。
因为你这个让当事人陷入一种错误的意识，进行了错误的决策，他的违背了个交易的一个诚信，不对中介这一方，因为你欺诈产生的中介合同，你是没有权利收取月费的，你收到中介费要退回去。怎么说呢？中介的这种行为啊，当然是可恶，但是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大背景。现在是买方市场，作为房东啊，本身就处于劣势，就是作为卖方，这个此一时彼一时，你这个怨不得别人。这我说的是大行情啊，你要换一下，10年前楼市火的时候，那是卖方市场啊，那是买家承受了像现在的房东一样的这种崩溃的心理状态。此一时彼一时，对吧？也不要埋怨别人。这个中介当然了，我不说了，这中介他有的行为是违法，但是有的你也不能说他是违法，他毕竟并没有强迫你。你说欺诈，这个有的是说过了，那主要是还得看这个具体情况呀，具体对待，对吧？如果一个中介啊，你把这房子委托他卖，他找一个人来跟你胡谈，你这个挂牌价是200万，他就说120万卖不，你说不卖，你崩溃了，让你报警，那你说警察还能把人抓起来吗？说他刺激了你是吗？显然不符合逻辑啊，这叫什么欺诈？这叫心理博弈。这市场上，对吧？不光是卖房子啊，其他行业这种博弈不多的是吗？各种试探，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咱们经常看的这个古玩行业、文玩，对吧？收藏，你要说卖房子中介这么干就是欺诈，那你说那些收藏的全是欺诈啊？那所有的开玩弄收藏的都可以逮起来，先抓再审啊，不会出错。所以我看有的媒体、有的这个什么所谓的房地产专家就是胡说八道。首先你要看到现在行情变了，没办法，房子卖不掉，对吧？这个买家吃香，买家就是大爷。反过来说啊，如果你房东不急着卖房，对吧？你把房子挂出来，我这个价格就是200万，你来195我都不卖，不要说140了，那别人也骗不到你，怎么欺诈你？你还不是想成交吗？你想把它卖，只要没有这个强迫，那都是双方愿意的。你愿意，对你这房子啊，你是200万买来的，对吧？你心理价位是190万，你想你最多赔10万，但是人家就给你120万，怎么办呢？你可以不卖呀，不卖哪来的欺诈呢？你卖了是你愿意的、自愿的，只要没强迫。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中介确实这个行为不好，对吧？这个时候，对吧？他对这个房东施压，对PUA 房东，对吧？基于卖房，利用房东这个对行情恐怕不太了解，逼他成交，那你不能说他犯法。我倒是认为啊，如果你这个房东是炒房的，那你这心态很容易被这个中介 PUA 给搞崩溃。如果你这房东不是炒房的，你中介怎么可能把你搞崩溃呢？大家还记得吧？以前房价飞涨的时候，这个中介是给买房的人制造焦虑，对吧？你不买马上就没有了，这个焦虑是由买房人承担的。有的时候都看好了，对吧？跟房东也谈好了，3万块钱也交了，定金的交了，房东一出门就后悔，马上就毁约。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出价更高要买他的房，他就是给你付了违约金，他还多赚。所以你看那房东啊，是不是扭脸就能毁约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卖方市场，一个小区好不容易出来1套2套房源，多少人盯着都想买，对吧？谁出价高谁得。有些炒房的人命不好，对吧？几年前他买房的时候被中介 PUA， 对吧？你再不加钱，你再不果断买，你买不着了，这房价起飞了，对吧？更赶不上。所以这些人呢，加钱买了之后，现在卖呢又被中介 PUA， 你得，对吧？加大这个降价的幅度，要不然你卖不掉。总有那么多人他受了2回 PUA， 确实惨一点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深圳网上传言啊，说深圳坪山惊现限跌令。网上有个截图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坪山监管关于规范坪山区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事项的通知。他这么说的啊，他说近期啊，因坪山区多处楼盘大幅度降价销售商品房，先后引发多次批量市民投诉及舆情，为进一步规范坪山区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行为，维护辖区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价格秩序，根据有关工作要求，现就辖区商品房预售价格变更备案事项通知如下。说第一个啊，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预售过程中价格调整幅度超出最近一次备案价 15%， 应在调整之前办理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变更。各房产开发企业调整前商品房预售价格应科学参考周边楼盘商品房销售价格，合理确定价格调整幅度。第二个，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规定办理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或者价格调整幅度超出最近一次备案价格 15%， 未办理备案变更的，市场监管部门将实施行政处罚。这个网上传言的啊，这个给人感觉这个应该是4年前的吧，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不让人企业降价，降价之前还要去备案。
那现在企业暴雷，你比如万科暴雷，你这个坪山区监管局你能负责吗？对吧？现在房企房子都卖不掉，你再不让人降价卖，那这房企都要暴雷啊，活不下去。这个说明啊，深圳的这个房价下跌恐怕太快了，导致这个很多老业主啊意见太大。深圳应该是前不久吧，出台了这个救市措施，对吧？除了福田、南山，其他地方放开限购，是不是给人感觉啊效果不明显？所以说前一阵子又有传言，对吧？说你要想在南山或者福田买房，但是又没有购房资格，你就可以找什么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对吧？有渠道让你能够买，但这个是传言啊，当然也是谣言，那就至少说明很多人对目前这个楼市现状不满，才这样传言。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人啊写了一篇，说这个在深圳啊有娃有房贷家庭如何穿越经济周期。你想一想啊，在深圳有按揭贷款，还有孩子上学，你这样的家庭估计是压力最大。深圳楼市也在下行，所以说这样的家庭如何穿越经济周期呢？这个作者说啊，他说这2年工作稳定性和收入真的远不如从前，同样的赚钱也费力许多。作为深圳有娃有房贷的普通家庭，如何穿越经济周期？他说我和队友的观点是顺势而为。什么叫顺势而为呢？一，稳住工作，只要公司不裁员，再大的困难也得先扛过去。这个对吧？咱们3年前就说了，不保工作，对吧？坚决现在领悟到也不晚。第二个啊，说勇敢做自媒体，轻创业。去年下半年红书流量有变啊，说至今都是谜。今年很多博主停更，但我相信大浪淘沙时代比的不是谁更优秀，可能是谁更能坚持。当然了，他这一条说的就是叫低成本创业，或者叫无成本创业，或者就是把自己闲暇时间利用起来，怎么样去变现。实际上就讲这么个事。如果具体到自媒体，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做了，但是不代表你的闲暇时间就没有用，对吧？比如说啊，下班去送外卖，跑什么乐跑，下班之后去开网约车，下班之后去摆地摊，下班之后去兼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就是作为一个有按揭贷款还有孩子上学的这样的家庭，就得未雨绸缪啊，因为你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第三个啊，他说减少教育投资，用阅读和运动托举，每周末带娃去1天半图书馆，1次户外。在我们看来，阅读和运动量是普通人的救赎，也是普通家庭托举孩子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啊，就是放弃那些什么无效的钢琴课、篮球课、舞蹈课，对吧？那些什么课外什么特长啊，那些乱七八糟的能砍全砍掉，都是费钱的，啥用也没有，不如让小孩多看看书，最主要是费钱，还没有什么用。哎，你看啊，这个是大家不约而同的一个做法，所以你看这个现在什么课外培训都爆雷啊，对吧？那培训机构，对吧？你看那个钢琴已经惨到什么程度了？这也是家长的觉醒啊，因为没钱，说实话，对吧？空荡荡的口袋逼着他觉醒，认清现实啊。他第4个啊，他说孩子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说的太对了。过去有钱的时候给孩子多花钱，对吧？买好的名牌，吃也吃好的。现在反应过来了，哎，差不多就行了，对吧？没必要买名牌，没有必要攀比。第5个，他说生活仪式并不等于大消费，其实仪式感花点小钱也能有幸福小确幸。说比如生日在家搞个小惊喜，自己备点零食，带孩子家庭电影日等等啊。实际上这个就是怎么节约吧。第6个说拒绝无效社交，说花钱请吃请喝，不如先想办法提升自己的独处能力和社交价值，对吧？你请朋友在西贝吃饭这种事情就没必要了，对吧？吃着那个来路边的什么菜，对吧？也不知道是预制菜还是啥菜，钱也不少花，吃完了朋友也不觉得好，何苦呢？第7个啊，他说二手物品不影响体验，在某鱼上买了不少孩子的书，其实很多书都很好，买回来消消毒，完全可以继续用，也就是消费降级啊，没毛病啊，没钱消费降级也可以。然后是自己做饭，健康饮食，简单的发酵馒头、手工面条，荤素适中，粗茶淡饭最养人，大鱼大肉最后脾胃更不舒服了。简单点说就是馒头加榨菜。后面是啊，保持终身学习，多变的时代，保持空杯心态很重要。也就是说的，能让你穿越经济周期的是你的才华。总体上啊，我觉得他说的基本符合事实，很多人都已经这么做了，不是他觉醒的早，是现实所迫啊，对吧？是口袋决定的，没有办法。昨天咱们说了嘛，这个昨天一篇自媒体文章写的也挺好的，实际上就是认清现实，对吧？要诚实对待自己现在的状况。说来说去啊，就是全面降级，勒紧裤腰带。如果你不能创收的话，那降级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